各位老友記，試幻想一個畫面，你今年70歲，太太走咗幾年，你獨自住緊一層供咗30幾年嘅私人樓，你有2個仔女，大仔結婚要買樓，個女想創業，佢哋好孝順，晚晚返嚟食飯新抱，仲會幫你執屋。有一晚，一家人坐埋一齊，大仔好真誠咁同你講：老豆，層樓不如趁早轉俾我哋啦。一來唔使第時搞遺產咁麻煩，二來你又可以享受政府嘅長者生活津貼，要資產審查噶嘛。你見佢哋咁乖咁為你着想，心一軟，簽咗名，律師樓辦好手續之後嘅第1個月飯依然有得食，第2個月新抱開始嫌你沖涼時間太長，阻住佢哋用廁所，第3個月你感冒發燒，打電話俾個女，個女話：老豆，我公司好忙啊，你揾阿哥啦。打俾大仔，大仔話：我外母今晚要嚟食飯，你唔舒服就唔好出廳行來行去啦，費事嚇親啲細路。你喺房入面聽到客廳傳嚟一家大細嘅笑聲，唯獨是你好似變成咗呢個家嘅一件廢棄家手。呢個唔係電視劇橋段，呢個係我當年喺電台做節目，一位聽眾打電話上嚟，一路喊一路講嘅真人真事。我岑日飛成日同身邊嘅朋友講，人老咗最怕嘅真係冇錢咩？唔係，係冇咗個位。你以為你係為仔女好將份身家提早俾晒佢哋，但好可能你係親手拆咗自己晚年嘅避風港。如果你唔想你嘅下場係喺一間雜物房度孤獨咁望住天花板，咁你就要坐定定，聽我慢慢同你拆解點樣靠守住3樣嘢嚟穩固你人生最後階段嘅財位。要講呢個問題，我哋首先要直面人性入面好黑暗但又好真實嘅一樣嘢。好多老友記會話：我啲仔女唔會咁對我嘅，佢哋好孝順。我絕對相信你哋嘅仔女喺本性上係善良嘅，但係唔好忘記人性係經唔起考驗嘅。呢個唔係我話嘅，係千百年嚟嘅歷史同文學作品話俾我哋聽嘅。李寶家喺《官場現形記》度寫：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。點解會炎涼？點解會冷暖？因為人嘅注意力好自然會追隨住權力同資源嘅所在。當你手上揸住層樓，揸住嚿錢，你就係呢個家族系統入面嘅太陽。所有行星，即係你啲仔女、新抱女婿，佢哋嘅軌道都係圍住你轉。佢哋嘅噓寒問暖，佢哋嘅定時探訪，唔好話我講得難聽，本質上係一種對資源擁有者嘅敬畏同靠攏。但當你喺律師樓簽低個名嗰一刻，你就等於親手將太陽嘅能量熄滅咗，將啲資源轉移咗去行星嗰度。太陽冇咗光同熱，你仲點能夠期望嗰啲行星繼續沿住舊軌道運行呢？呢個時候，你喺家庭呢個權力架構入面，會由一個供應者一夜之間變成一個依賴者。以前係仔女問你攞零用錢，你嘅存在係功能性嘅，你係佢哋嘅水喉。而家調翻轉，係你要問仔女攞零用錢，你問佢攞錢睇醫生、買餸，甚至買包紙巾都要睇人面色。你呢個人嘅存在由功能性變成咗消耗性，你唔再係幫手解決問題嘅人，你本身就係一個問題，一個需要被解決嘅負擔。呢種身份嘅逆轉係極之殘酷嘅，唔好怪啲仔女變臉，呢個係人性喺面對資源錯配時嘅自然反應。當你冇咗嘢可以再俾佢哋，仲要反過嚟消耗佢哋時間同金錢嘅時候，佢哋潛意識入面嗰份敬畏心就會自然消失，取而代之嘅係嫌棄，係唔耐煩。呢個就係點解我成日強調你付出越多，最後反而越卑微嘅原因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停一停，同各位老友記講句心底話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分析有少少觸動到你，或者令你開始思考自己嘅處境，我希望你可以喐一喐你嘅手指，
幫我呢條片，點個讚唔係為咗我，係為咗可以將呢個信息推送俾更多可能正面臨緊同樣困境嘅老友記，佢哋好需要聽到呢啲說話，好需要有人點醒佢哋。你嘅一個讚好，可能就係幫緊一位老朋友避過人生最後一劫。好，我哋繼續講到家庭內部呢種權力嘅轉移。我作為一個研究咗幾十年易經嘅人，好自然就諗起易經裏面關於嗰位同世嘅大智慧。易經64卦，卦卦都講位，嗰個位唔單止係你坐喺邊度，更加係你喺社會關係、家庭關係入面嘅坐標。每一卦有6爻，由下至上代表住唔同嘅階層、唔同嘅處境。下卦代表基層，上卦代表高層。2爻同5爻通常被視為德中德位，係最好嘅位置。點解？因為佢哋既居中又有承上啟下嘅能力。你諗下，一個健康嘅家庭結構係咪應該好似一個6爻卦咁？父母喺5爻，呢個係君位，係領袖位，佢哋掌握住大方向，掌握住資源嘅分配權。仔女喺2爻、3爻，佢哋係執行者，係受蔭護者。呢個位係天道，係自然秩序。當父母守住5爻呢個位，個勢就喺你度。勢係咩？勢就係一種無形嘅力量，令人敬畏，令人服從。但如果你過早咁，將屬於5爻嘅資源決策權全部下放俾2爻、3爻嘅仔女，你以為你退位讓賢，但係實際上你係自貶身價，由君位跌落嚟。當你主動放棄咗呢個位，個勢就會即刻逆轉。呢個時候家庭矩陣就會出現極大嘅動盪。原本應該喺下位嘅人，突然之間掌握咗上層嘅資源，佢哋冇受過坐喺君位嘅訓練，唔識得點樣去包容、去承載佢哋，只會用佢哋嘅習性去行事。結果會點？就會陷入易經裏面講嘅困卦，澤水困上對下坎，對為澤坎為水水。喺澤之下，意思係澤中無水，水流咗落底，上面乾涸，下面泛濫。呢個卦象就好形象咁描繪咗一個錯位嘅家庭。做父母嘅上面無水，財富同權力乾塘，生活陷入困境。做仔女嘅下面水太多，突然之間得到超出佢哋德行所能承載嘅財富，就開始膨脹迷失，做出傷害父母嘅行為。呢個就係權力不對等帶嚟嘅危機。你將你嘅養老本親手送咗俾仔女，表面係愛嘅表現，實際上係將自己推入咗困卦嘅深淵。所以守住個位，唔單止係為咗你自己嘅尊嚴，更加係為咗維持成個家族系統嘅平衡同穩定。你唔喺5爻主持大局，嗰個家族就會失衡。你唔單止要守住個位，仲要識得運用呢個位帶嚟嘅勢去教育仔女咩叫責任，咩叫感恩，而唔係喺佢哋仲未成熟嘅時候就將個江山拱手相讓。呢個唔係愛，呢個係害人害己。因為當你跌入困卦，你再想爬翻上5爻係絕對無可能嘅事。易經教曉我哋嘅從來都唔係迷信，而係對天地萬物運行規律嘅洞察。太陽就要掛喺天上，如果太陽跌咗落地下，你話會點？整個太陽系都會毀滅你。作為家族嘅太陽，千祈唔好自己跌落嚟。咁好啦，既然我哋明白咗位嘅重要性，亦都睇清楚咗太早分身家嘅終極風險，咁到底具體應該點樣做，先至可以喺風雨飄搖嘅晚年穩穩陣陣咁坐穩呢個位呢？呢個時候就要回歸到我今日想同大家詳細拆解嘅核心，就係點樣守住決定你晚年命運嘅3樣嘢，以及點樣揾到你人生真正嘅財位。好多人對財位有誤解，以為喺屋企角落擺嚿水晶養缸魚就係催財。呢啲係風水技，兩有無用，我唔喺度評論。但我岑日飛所講嘅財位係心法，係策略，係你作為一個睿智長者必須要修嘅功課。你人生最後階段真正嘅財位
歸根結底就係你嘅尊嚴、你嘅自由同埋你嘅自主權，而呢一切都必須建基於你守得住以下呢3樣嘢。第一樣要守嘅就係經濟嘅絕對主權。我講緊嘅唔單止係錢，係一種話事權。我成日同啲後生講，錢唔係萬能，呢句說話無錯，但係對於老友記嚟講，錢係你晚年嘅尊嚴墊底費。你諗吓，當你每一日睜開眼，衣食住行、醫療開支，樣樣都係錢。如果你冇咗經濟主權，每一蚊都要問仔女攞，你就會發覺你連決定今日食叉燒飯定係食切雞飯嘅自由都冇埋。你唔好諗住啲仔女會好樂意咁養你，佢哋有自己嘅家庭壓力，供樓、供車、供細路讀書，你嘅存在好快就會變成佢哋賬簿上面嘅一個負數。當你嘅生命價值被量化為一個負數嘅時候，你仲有咩尊嚴可言？所以經濟嘅絕對主權係你嘅護城河，係你嘅核武。點樣守？記住我一句話，可以分小部分，留大部分仔女遇到急事，例如大病或者短暫嘅周轉不靈，你可以喺你嘅備用金入面攞一啲出嚟幫佢哋。呢個係情分，呢個係父母嘅慈悲，但係你嘅根絕對唔可以動咩？係跟層樓、退休金戶口、長期儲蓄保險，呢啲係你賴以為生嘅根。呢啲嘢一日你未瞌眼，一日都唔可以過名。就算要過名，都必須附帶法律條件，例如係要保留你嘅終身居住權。千祈唔好信口頭承諾，呢個世界乜嘢都係白紙黑字最可靠。最好嘅做法係立一份持久授權書，喺你有事嘅時候授權一個你信得過嘅專業人士，而唔係直接將資產轉交俾仔女。咁樣做，一來可以防止仔女過早得到遺產之後變臉，二來又可以確保喺你神志不清嘅時候，有人會按照你嘅意願去管理財產，支付你嘅醫療費用。呢個操作好重要。好多老友記覺得咁做好似唔信啲仔女咁，好傷感情。你記住，人性面前感情係脆弱嘅。你今日覺得傷感情嘅操作，可能就係他日救你一命嘅關鍵。如果你認為將層樓同老本揸實喺手就足以安享晚年，咁你就將人性睇得太簡單啦。錢買到一張床位，買到一碗粥，但買唔到發自內心嘅尊重同關懷。你試諗吓，假如你有一大筆錢，但係你中咗風，半身不遂，每日要着住紙尿片等人幫你沖涼翻身，喂，煩你嘅仔女，因為你嘅錢的確會請一個工人俾你，或者輪流嚟睇你，但係佢哋睇你嘅眼神係機械化嘅，係責任驅使嘅，定係真心關愛嘅呢？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呢句說話流傳咗幾百年，唔係冇道理。當你嘅身體變成一個需要被處理嘅問題，當你身上散發出弱油同衰老嘅氣味，你好快就會由呢個家嘅權力核心變成一個等待被安排嘅物件。所以我要講嘅第二樣要守住嘅嘢，比錢更重要，就係你健康嘅獨立權。記住，唔係淨係活到幾多歲，而係有尊嚴、有自理能力。咁活到幾多歲，唔好成為仔女嘅負擔，呢個先至係你對仔女最大嘅慈悲。好多老友記犯嘅最大錯誤，就係以為年輕時用健康金錢，年老時就可以用金錢買翻健康。呢個係絕對嘅妄想。健康呢樣嘢一旦失去咗，就算你攞住成副身家去求都求唔翻。你諗下，當你朝朝早可以自己起身行去茶餐廳，叫一盅兩件，同啲伙計打個招呼討論馬經呢一份自由自在值幾多錢？呢一份唔需要麻煩人嘅尊嚴又值幾多錢？你活得精精神神，聲如洪鐘，企喺度都腰板挺直。你啲仔女見到你，自然會心生敬畏。佢哋會覺得我老豆、我老媽子仲好硬淨，佢仲係我嘅靠山，
屋企有咩大事，仲要問過佢老人家。你嘅健康本身就係一種權力嘅彰顯。相反，如果你病奄奄，行步路都喘氣，仔女見到你第一時間唔係敬畏，而係擔心佢哋會諗，唉，唔知幾時又要去醫院排隊覆診，唔知邊個請假陪佢去，好理由靠山變成咗一個計時炸彈。呢種心態嘅轉變唔係仔女唔好，而係現實生活壓力下嘅自然反應。所以你守住健康，就等於守護咗家庭嘅福氣源頭。你係福氣而唔係負累，呢個身份係你晚年尊嚴嘅重要基石。點樣守冇乜特別，秘訣都係老生常談，但必須鐵一般堅持適量運動，唔係叫你去做 gym 舉重，係每日堅持散步半個鐘，喺屋企耍下太極活動，下筋骨，飲食清淡，但一定要夠營養，蛋白質要足，因為肌肉流失係衰老嘅最大敵人。定期身體檢查，唔好諱疾忌醫，有咩唔舒服即刻去睇醫生，將小病扼殺喺萌芽階段。呢啲嘢全部都係你對自己嘅責任。你對自己身體負責，就等於對你啲仔女嘅荷包同時間負責。再講深一層，呢度嘅獨立權仲包括生活空間上嘅獨立。如果情況許可，盡可能同仔女分開住。所謂相見好同住難，兩代人嘅生活習慣、價值觀，甚至係去廁所嘅頻率同沖涼嘅時間，都可以成為衝突嘅導火線。保持一碗湯嘅距離係最理想嘅，即係你煲完湯拎過去俾佢哋啲湯仲係暖嘅，呢個距離就啱啱好，既保持咗親密嘅聯繫，又避免咗因為雞毛蒜皮嘅小事而產生摩擦。呢種空間上嘅獨立，又係建基於你經濟同身體嘅獨立之上。所以你睇經濟、健康、空間呢三樣嘢係環環相扣嘅，缺一不可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各位老友記講句題外話。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個時代，信息爆炸，個個都話自己係專家。如果你覺得我岑日飛呢番說話算係有幾分道理，有別於一般嘅心靈雞湯，咁你就要幫手訂閱我嘅頻道日路順風啦。點解要訂閱？因為我唔係要教你點樣發達，點樣投資賺快錢，我係用我大半生嘅苦難同閱讀提煉出嚟嘅智慧，去幫你睇清楚生命嘅真相。我哋一齊用智慧去抵抗歲月嘅侵蝕，去行順呢條晚年路。你呢個訂閱嘅動作，就等於話俾我知，你願意繼續聽真話，願意繼續思考。好啦，我哋翻嚟經濟獨立、身體健康呢兩樣係硬件，但好多老友記硬件齊備，但晚年依然過得唔開心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忽略咗最重要嘅軟件，就係心理嘅神秘感同威嚴。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三樣要守住嘅嘢。你以為為人父母就要對仔女坦誠相見，乜都同佢哋講，乜都問佢哋意見，咁你就錯啦。當你將自己所有嘅底牌都攤開喺仔女面前，你就冇任何籌碼可言。你試諗下，你成日同個仔講，哎呀，我腳痛啊，我行唔喐啦，我邊度都唔想去啦。你同個女講，唉，我得返呢幾十萬棺材本咋，都唔知夠唔夠用到百年歸老。你以為你係喺度分享心事，但喺仔女嘅潛意識入面，你嘅形象就會由一個強者變成一個弱者。你由定海神針變成一個需要被同情、被安排嘅弱者。一旦呢個形象建立咗，佢哋就會開始用對待弱者嘅方式對待你。例如屋企有咩重要決定，佢哋唔會再認真諮詢你嘅意見，因為佢哋覺得你已經 out 咗，你嘅思想已經同唔上時代。佢哋會用一種兇細路嘅語氣同你講嘢，乜都話得㗎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哋會搞掂㗎啦。表面上係孝順，唔想你操心，實際上係一種權力嘅剝奪，將你排除喺家族核心決策層之外。
你嘅人生經驗、你嘅智慧，喺呢種被同情嘅目光之下，全部變得一文不值。呢種精神上嘅遺棄，比物質上嘅匱乏更加令人心寒。所以你要點做？就係要保持3分保留，唔好乜都同仔女講，你嘅財政狀況唔好一五一十咁透露，只需要話俾佢哋知你夠用，唔使佢哋擔心，咁就足夠你嘅病痛。唔好每日都呻得多就會變成狼嚟啦。到你真係有大件事嘅時候，佢哋反而會麻木。你要適當地展示你嘅生活，但唔係你生活嘅全部。你可以去學嘢、去旅行、去見朋友，將生活過得充實，而帶有少少佢哋唔了解嘅神秘感。當佢哋打嚟問你喺邊，你可以好從容咁話，啱啱同個老朋友飲完茶，傾緊一單好有趣嘅項目，讓佢哋覺得你依然係一個有自己世界嘅人。你嘅世界唔係淨係圍住佢哋轉，呢種神秘感會產生一種距離感，而適當嘅距離正正就係產生尊重嘅土壤。更重要嘅係你要做屋企嘅定海神針。咩係定海神針？就係無論出面風浪幾大，仔女遇到咩挫折，佢哋翻到嚟你身邊，見到你，佢哋嘅心就會定落嚟。點解會定？因為你唔會驚，即使你心裏面都有少少擔心，你都唔會表現出嚟。你會用你嘅人生智慧，淡淡定定咁同佢分析俾一個方向，佢而唔係陪佢一齊喊一齊亂。呢種沉穩豁達、處變不驚嘅氣度，就係你要守住嘅威嚴。呢種威嚴唔係靠鬧、靠命令得翻嚟嘅，而係靠你一生嘅修為，一點一滴累積翻嚟嘅。你要讓仔女覺得，只要有我呢個老豆老媽子喺度，個天就唔會塌落嚟。咁樣，就算你已經身無長物，你喺佢哋心目中依然係一個巨人，依然處於家庭嘅五爻。呢個係你永遠嘅位，無人能夠搶走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日飛，你講咗咁耐，話要守住經濟、守住健康、守住心理威嚴，咁到底我哋晚年真正嘅財位喺邊度呢？係咪真係好似風水師傅咁講，喺屋企西北角擺嚿金屬嘢就得？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，絕對唔係。如果你聽完上面3大守則，仲係諗住靠外在擺設去催旺晚年運，咁你就真係捉錯用神。我岑日飛所領悟嘅財位係向內求嘅，係你對生命本質嘅洞察同態度。真正嘅財位唔喺你本銀行存折度，而係喺你個心態入面。呢個心態我稱之為慈悲嘅強悍。點解叫慈悲嘅強悍？因為你要明白，人生到最後其實係一場同自己嘅對話。仔女孝唔孝順，社會福唔福利好，呢啲都係外緣，係你控制唔到嘅變量。如果你將你晚年嘅幸福寄託喺呢啲外緣上面，你就等於將自己嘅快樂鎖匙交咗俾人哋。人哋對你好，你就開心；人哋唔理你，你就崩潰。咁樣你同一個扯線公仔有咩分別？你要學識將重心收翻嚟自己身上。呢個就係我講嘅強悍。而慈悲係當你睇穿咗人性嘅軟弱同無常之後，你選擇唔去憎恨，唔去抱怨，而係用一種寬容嘅智慧去原諒呢個世界嘅不完美，包括原諒你自己仔女可能操應嘅自私。但要記住，慈悲唔等於軟弱，唔等於任人宰割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喺前面要不斷強調，你要有經濟嘅墊底費，你要有身體嘅獨立權。呢啲就係你強悍嘅底氣。點樣先可以收到呢種心態？第一步就係要學識對仔女講個不字。呢個不字係好難講出口嘅，尤其係面對自己嘅親生骨肉，佢哋眼淚汪汪咁同你講：老豆，我間公司就嚟唔掂啦，你借住筆錢俾我周轉先啦。或者同你講：阿媽，我哋想換間大啲嘅樓，你幫我哋做擔保啦。你呢一刻個心會好痛，
你會覺得唔幫佢，你就唔係一個好父母。但你要記住，你幫咗佢，你係用緊自己嘅棺材本去賭佢嘅未來。萬一佢生意失敗，萬一佢供唔起樓，到時唔單止佢仆街，係連你都一齊被拖落水。你嘅晚年就會由本來可以安安穩穩變成一場噩夢。學識講不係一種負責任嘅表現，唔單止係對你自己負責，亦都係對你嘅仔女負責。你要俾佢哋知道，人生嘅困難係要自己親手去解決嘅。你唔可能永遠做佢哋嘅救生圈。你喺佢哋細個嘅時候教佢哋行路，係要放手，佢哋先至識行到咗佢哋大個咗。你更加要識得放手，俾佢哋去承受一啲風浪。呢個先係真正嘅父愛同母愛你嘅拒絕。短期內可能會令佢哋唔開心，甚至會埋怨你，但係長遠嚟講係逼緊佢哋成長，同時亦係保住咗你自己嘅安全網。當你能夠平靜堅定咁講出呢個不字，而唔需要揾太多藉口去解釋嘅時候，你就開始拎翻咗生命嘅主導權。第二步，學識花錢喺自己身上，呢個觀念同我哋傳統華人社會嘅節儉美德係有好大衝突嘅。好多老友記慳咗成世，到老都唔捨得食，唔捨得着，去旅行嫌貴，食餐好少少嘅嘢都覺得罪過。佢哋將最好嘅嘢全部留俾啲孫，自己就過得好拮據。我同你講，呢個諗法係大錯特錯。你咁樣做唔單止對唔住自己，仲會間接養成仔女對你嘅輕視。當你自己都唔珍惜自己嘅時候，你點能夠期望人哋會珍惜你？你會唔會尊重一個成日着住件發黃舊衫、周身汗味嘅老人家？唔會嘛？因為你嘅外在反映咗你嘅內在。你越係刻薄自己仔女，就越覺得你唔值得擁有更好嘅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佢哋會覺得你嘅犧牲係理所當然嘅，甚至會嫌你唔夠體面。你試下改變一下，將一部分嘅錢投資喺自己嘅快樂同舒適上面，去買件質地好啲嘅衫，去食間有啲名氣嘅餐廳，去報個團去你一直想去但係唔捨得去嘅地方旅行。當你將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，精神爽利，見識廣博，你散發出嚟嘅氣場係完全唔同嘅。你唔再係一個等待別人施捨關懷嘅老人，而係一個懂得享受生活、有品味、有活力嘅生命。呢一種自愛嘅態度係會傳染嘅。你活得越自愛，越精彩，你嘅仔女反而會越主動靠近你。點解？因為人性就係趨光嘅。邊個唔想靠近一個正能量、有生命力嘅人？邊個唔想聽一個去過好多地方、有好多故事嘅長輩分享？你將自己變成一個發光體，你就唔需要再卑微咁去乞求佢哋嘅陪伴，佢哋會好自然咁被你吸引過嚟。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喺家庭關係中最真實嘅應用。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份禮物，而唔係一個包袱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成個邏輯鏈條已經好清晰。我哋由一個扎心嘅真實故事開始，揭示咗太早婚身家嘅終極風險，就係會令你由家族嘅太陽淪為被嫌棄嘅負累。然後我哋透過易經嘅智慧分析咗位同婿嘅重要性。一旦父母放棄咗五爻嘅君位，成個家庭舉進就會失衡，陷入困卦嘅絕境。為咗避免呢個困局，我提出咗必須要用一生去修嘅三大功課。第一，守住經濟嘅絕對主權，呢個係你嘅尊嚴墊底費，係你嘅護城河。記住，仔女有難可以幫，但老本嘅根絕對唔可以動。第二，守住健康嘅獨立權，千祈唔好成為仔女嘅負擔。你嘅健康就係成個屋企嘅福氣源頭。第三，守住心理嘅神秘感同威嚴，唔好乜都同仔女講，要保持三分，保留做佢哋心目中永遠嘅定海神針。
最後，我哋將呢一切都歸結到晚年真正嘅財位，就係你嘅心態，一種慈悲而強悍嘅心態。具體操作就係要學識講不，同埋學識將錢花喺自己身上，將自己變成一個發光體。呢成個過程其實就係一場修行。人生到最後拼嘅唔係你擁有幾多，而係你放得低幾多，睇得通幾多。你以為你捉實啲錢，捉實啲樓，捉實啲仔女，你就會快樂。其實恰恰相反，當你能夠睇穿呢啲嘢嘅本質，你就會發現真正嘅富足係嚟自你內心嗰份從容同淡定。所以各位老友記，趁而家你仲有選擇權嘅時候，好好咁規劃你嘅晚年，唔好等到人哋安排你嘅命運。你要學識自己掌控自己嘅命運。你要做一隻矯健嘅老鷹，即使年紀大咗，依然可以傲然飛翔喺天空，而唔係做一隻俾人餵養喺籠入面嘅金絲雀。我希望今日我呢番說話能夠俾到你哋一啲啟發，一啲警惕，更加重要嘅係俾到你哋行動嘅勇氣。老友記，你身邊有冇見過太早分身家嘅悲劇？或者你對於點樣守護晚年尊嚴有咩獨特嘅睇法？我好誠意邀請你喺下方嘅評論區留言，唔好怕醜，將你嘅故事、你嘅見解寫出嚟。我岑日飛雖然行動唔方便，但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去閱讀你哋嘅每一條留言，甚至喺將來嘅節目入面親口回應你哋。我哋呢度唔係要做一個高高在上嘅頻道，而係要做一個老友記之間互相取暖、互相扶持嘅平台。你嘅分享好可能就係另一位正處於黑暗之中嘅老友記嘅一盞明燈。將呢個視頻轉發出去，分享俾你最關心、最想佢避過呢一劫嘅老朋友、老同學、老同事。呢個轉發嘅動作唔單止係舉手之勞，更加係一個好大嘅功德。你唔知道，可能就係因為你嘅一個轉發，就改變咗一個人晚年嘅命運，令佢避開咗一場家庭倫理悲劇。如果你唔想你嘅晚年被時代嘅洪流同人性嘅暗面所吞噬，如果你都想同我一齊做一個清醒、有尊嚴、有智慧嘅長者，咁你就一定要訂閱我嘅頻道，日路順風。我哋一齊收呢份福報，一齊行順呢條人生最後嘅路。我喺度多謝你嘅收聽，我哋下一集再會。